嗲啦，諗下你想寫咩嘢啦。譬如我呢度有啲例子俾咗你哋嘅，幫助被排擠、被欺凌嘅同學啦，幫助迷路嘅小朋友揾翻屋企人。嗱，你幫助咧做咗件好事，唔一定係講你幫人嘅喎，你幫呢個環境都得嘅噃。你去海灘清潔沙灘垃圾都冇問題，你的確係做咗件善良嘅好事噶嘛，係嘛？冇離題嘅，OK 嘅。為流浪動物搭建避雨所，呢個都可以嘅嚇，都係你做咗件善良嘅好事嘅噃。呢兩個選材咧就比較特別啲，同你哋平時寫開嘅唔同係嘛？如果咧想挑戰下嘅，都可以試下嘅。我哋今日咧呢個文章結構寫5至6段，最少5段，最多6段嚇。我哋呢6段係點寫嘅咧？黃老師咧即係又語重心長，好長氣，好長氣咁樣樣，又同你哋講多一次。凡係你哋收到作文嘅考試題目，收到份作文卷翻嚟，你要動筆寫作文之前，請你哋用2、3分鐘，好短、好短、好短、好少、好少嘅時間，喺試卷空白嘅位置，同我寫個簡單嘅大綱，得唔得？同我寫個簡單嘅大綱。呢個大綱咧係可以幫到你，第一，避免離題。第二，避免寫到好遲好遲都未正式入正題。有啲同學咧作文好長啊，寫10幾段，但係咧去到第7、8段咧都未寫到入題啊，仲係講緊一堆廢話。點解咧？就係因為冇寫好呢個大綱咯，係嘛？又有啲同學咧寫到第2、3段，將自己要寫嘅嘢已經寫晒出嚟，去到後面4、5段冇嘢寫，唔夠字數啊，同樣都係冇寫好大綱。考試之前用2、3分鐘。喺試卷空白嘅位置寫一寫1、2、3、4、5，每一段你要寫啲乜嘢，話俾自己聽。呢個大綱咧，俾你自己睇嘅，唔使俾老師睇，唔使俾媽咪睇，自己睇，一路寫，一路跟住個大綱，確保自己唔好將你要寫嘅嘢寫咗下一段，又或者未寫到嘅時候，你就已經寫晒出嚟，得唔得？